好来感谢，继续嘛是台中的消息。这个台中后里有一间洗衫店开70档咯，头家娘是一对80多岁阿公阿嬷。这个店内有吨真济，已经洗好真久，人客无来摕这个啪哩的旧衫裤。因的孙一个灵感，就互阿公阿嬷来穿这真啪的旧衫裤，甲翕相，甲传起哩社群网台，想袂到意外来称红。最近经济部咧票选到台湾的老店，这间洗衫店嘛来进入到前22强。事件清查甲复古的洗衫店做背景，这个马都是80多岁洗衫店的头家翁某张万健甲柯秀娥，规身躯的打扮其实是来自因32岁孙仔张瑞虎的灵感。大家拢讲我拢穿啊遐笑着啊。那世界各地都有很多鼓励的声音，然后也就让我觉得，那我趁这个机会，是不是可以在我们有办法做事情的时候。多多的去倡导一些概念，帮助到这个社会。就像阿公讲的嘛，希望对社会有益，是公益的事情。张瑞虎表示讲，当初只是想要让大家了解洗衫店3、5吨正济，才会让阿公阿嬷穿人客无来兄的衫，并且翕相上传到社群平台。想不到意外煞穿起来，国际媒体嘛伫报，过程中还推出募资方案，并且架设官网，推广永续循环的理念。蔡总统嘛捌去过。因为人气愈来愈好，最近这间开70年的洗衫店，高知到经济部全台湾老店的选拔，并且顺利进入最后22强网络的票选中。张瑞虎嘛表示讲，这间洗衫店是阿公甲阿嬷一生的心血，所以讲伊希望大家伫8月19进前冲关得票数，和后里这间小店会使互更加侪人看到。